聶影棚的頂燈打下來時，田曦薇正對着鏡子補唇彩，將凌克從他身後經過，順手抽走了他手裏的那支櫻桃色唇釉。他轉頭瞪他仿了仿那支小小的管子，笑着說：別塗這個，一概人怕哭氣，眼淚潰把顏色衝進嘴角，像剛吃完小孩的吸血鬼。這句話像一顆小石子投進平靜的湖面，漣漪就從田曦薇彎起的眼角開始擴散。起初他只是抿着嘴忍笑，可當將凌克一本正經地模仿他剛才瞪人的表情，把眼睛撐得流圓，腮幫子鼓起來像隻藏食的倉鼠，他終於破功，整個人往後一仰，笑聲清脆得驚飛了棚頂橫梁上歇腳的麻雀，眼淚就這麼毫無預兆地衝出來，順着他精心描畫的下眼線滾落，在臉頰上拖出兩道晶亮的小河。他捂着肚子蹲下去，化妝師舉着粉卜淋在原地，周圍的工作人均都停下手裏的活計看過嚟，將凌克反倒慌了神，捏着那支唇又站在他面前，像個做立事的孩子一樣手足磨燥。而田曦薇抬起那像淚痕狼藉的臉，一邊抽泣一邊斷斷續續地說：你等着。然後他猛地站起來，用指尖把臉上的淚痕抹成兩道彎彎的弧度，對着將凌克做了一個極其誇張的鬼臉，舌頭伸出來歪向一邊，左眼緊閉右眼圓睜，鼻孔微微一動，整個聶影棚的寂靜被瞬間撕裂，爆發出海浪般的哄笑。這場意外誕生的鬼臉對決，就從這樣一個連編劇都寫不出的瞬間開始了。它無關劇本，無關鏡頭，只關乎兩個年輕演員在高壓拍攝間隙裏，像孩子一樣毫無防備地交換了彼此的荒唐與快樂。這場對決的導火索，說到底要追溯到3個小時前的那場雨戲。導演要求田曦薇在瓢潑的人造雨中對着將凌克的背影西吼一段長達2分鐘的獨白。她穿着單薄的紗裙在水幕裏站了整整17條，每條結束後都要裹着棉被聽導演說情緒再飽滿一點。到第18條的時候，她的聲音已經沙啞，失合凍得微微打顫。可當監視戲後的導演終於點頭說過的那一刻，將凌克第一時間從雨幕外衝進嚟，把手裏那杯滾燙的薑茶遞到他嘴邊，自己卻被殘留的水管澆了個透心涼。田曦薇後來在花絮採訪裏說，她當時看着將凌克濕漉漉的劉海貼在前額上，像只淋了雨的大金毛，心裏那點委屈就突然散了。但將凌克顯然不記得自己做過這件暖心事，他只記得田曦薇在雨裏發抖的樣子，所以才會在3個小時後用一句玩笑話把他逗到笑出眼淚，似乎是想把那些被雨水泡過的苦澀都換成笑聲傳給他。而田曦薇的反擊嚟得迅猛又刁鑽，他抹完眼淚後的第一個動作不是擦乾臉上的殘妝，而是從助理手裏闖過手機，打開前置攝像頭對準將凌克，來，你把你剛才那個倉鼠表情再做一遍，我要錄下來當表情包。將凌克一邊後退一邊用手擋住鏡頭，嘴裏嚷着借足於肖像侵權，腳下卻被一堆線纜絆了個趔趄，整個人歪倒在道具沙發上。田曦薇抓住這個機會撲過去，把手機舉到他臉上方，咔嚓咔嚓連拍10幾張。那些照片裏將凌克的表情從驚慌到無奈再到認命地咧嘴笑，每一幀都寫滿了拿你沒辦法的妝容。真正的鬼臉對決是在化妝師重新給田曦薇補妝時正式拉開帷幕的。他閉着眼任粉卜在臉上輕拍，嘴裏卻沒間着。我告訴你，我從小做鬼臉就沒輸過。小學3年級的時候，我能用鼻子把鉛筆頂起來，同時翻白眼。班主任看了之後，直接給我媽打電話，建議我去看5官科。將凌克坐在對面的折疊椅上，翹着腿喝保溫杯裏的枸杞水，抿然差點唱着：你那叫鬼臉，我那叫面部藝術。我能用臉頰肌肉把口香糖擠出來再吸回去，你行嗎？這話一出，周圍正在整理服裝道具的工作人員都停下了動作，燈光師甚至默默把主燈往2人方向轉了15度，仿佛在給一場即將上演的擂台賽布置場地。田曦薇猛地睜開眼睛，把化妝師嚇了一跳。他一把抓過將凌克手裏的保溫杯放在桌上，雙手撐在膝盒上湊近他，比就比，誰輸誰清泉早喝1個月的奶茶。將凌克放下杯子，
慢悠悠地坐直身體，用食指點了點自己的太陽穴。那我得先確認比賽規則：第一，不能上手拉扯對方；第二，每輪鬼臉必須維持5秒以上；第三，由現場觀眾投票定勝負，公平公正。旁邊已經有場務小哥掏出手機開始錄像，嘴裏喊着我當公證人。化妝師則默默退到一邊，把他的粉撲換成了一包濕紙巾，顯然是做好了兩人決戰況激烈的準備。第一輪由田希薇率先出招，他深吸一口氣，雙手捏住自己兩側臉頰的軟肉往外拉伸，同時把下唇往前刀起，上唇則用力向內收縮，露出整排上牙的牙痕，兩隻眼睛一上一下地錯開視線，左眼翻白右眼對眼，鼻梁船配合着奏出好幾道深深的紋路。這個表情翁遲到第3秒的時候，張凌克已經笑得從椅子上滑下去半截，但他硬撐着舉起手機計時，嘴裏掃着4、5。話音剛落，田希薇重開手，臉瞬間彈回原狀，紅印子旋留在臉頰上，他卻得意洋洋地環顧四周，怎麼樣？這叫外星人吃檸檬。我練了整整1個星期。周圍的工作人員有的捂着肚子蹲在地上，有的把練埋進道具服裝裏肩膀直抖，燈光師笑得手一抖，把主燈晃出一道彩虹似的光斑。張凌克從地上爬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灰，臉上懸掛着沒收住的笑意，但他清了清嗓子，擺出一副嚴肅的評委姿態。花哨是挺花哨，但缺乏靈魂。看我的！他轉過身去背對眾人，肩膀起伏了幾下，像是在醞釀，然後猛地轉回來，只見他把兩側嘴角同時向下拉，讓嘴唇變成一道倒圓的月牙，牙齒咬合在一起，下巴的肌肉掹出稜角，兩隻眼睛瞪得極大，卻完全不動，連睫毛都不沾一下。最絕的是，他居然用鼻腔發出一種類似老舊風箱的呼嗤聲，整像臉定格成一種既悲壯又滑稽的靜止畫面。田希薇的笑聲戛然而止，他盯着張凌克看了2秒，突然一拍大腿：你這不就是喊你那個尖叫的人嗎？但人家是張着嘴，你是閉着嘴，你這是便秘版的喊。這句話讓張凌克瞬間破功，他嘴裏那口憋着的氣薄地噴出來，表情垮掉的同時，旋不忘反駁：你懂雜麼？這叫克制的美學，是最高級的鬼臉。第二輪開始前，兩人之間的氣氛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田希薇不再只是單純想贏，他開始觀察張凌克做鬼臉時的細微習慣。他緊張時，佢不自覺地用舌尖頂住上顎，眼睛佢先向右瞟一下再定格。而張凌克也注意到田希薇每次變臉前都佢先吸一小口氣，把胸腔撐起來，似乎是要用氣息來帶動面部肌肉的爆發。這種近乎舞者過招的觀察，讓對決突然有了某種儀式感。旁邊的編劇老師甚至掏出筆記本開始記錄，嘴裏念叨着這個細節可以用到下一場揮禮。田希薇的第二招走的是動態路線，她先做出一副嬌滴滴的甜美笑容，然後像慢動作回放一樣，讓那個笑容一點一點地扭曲變形。嘴角先是僵硬，接着眼角抽搐，最後整張臉像融化的炸醬般垮下來，變成一種介於哭與笑之間的詭異表情。同時，他用雙手食指按住兩邊太陽穴，把眉毛往上推，讓額頭疊出3、4層抬頭紋。這個漸變色的鬼臉贏得了滿堂彩，場務小哥甚至舉着手機繞着他轉了一圈，進行360度拍攝。張凌克看完後沉默了3秒，然後緩緩點頭，有點東西，但你忽略了一個關鍵音度，聲音。他突然把雙手弄在嘴邊，先發出一聲短促的雷叫，緊接着把臉皺成一團，讓五官往中心聚集，嘴唇缺成一個小小的圓洞，用那個圓洞發出類似水燒開時的咕嘟聲。最令人拍案叫絕的是，他旋能在擁持這個表情的同時，用正常語調說出一句完整的台詞：田小姐，你的奶茶預算準備好了嗎？這句話從他變形的嘴唇裏擠出來，帶着一種古怪的電子音效感，讓田希薇笑得直接蹲到了地上。他扶着道具桌的邊緣站起來，眼角又滲出淚花。這回他沒擦，反而指着張凌克對全場喊：你們都看見了吧？他作弊，他用了口技。張凌克攤開雙手，一臉無辜地環顧四周，
規則里只說了不能上手，又沒說不讓出聲，這叫合理利用規則漏洞。到了第三輪，場邊的觀眾已經自發分成了兩派。以燈光師為首的將派認為將寧克的鬼臉更注重整體氛圍的營造，每一個表情都像一幅可以掛在畫廊裏的荒誕畫作；而以化妝師為首的田派則堅持田曦薇的鬼臉更有爆發力和感染力，那種從甜美元氣瞬間切換成猙獰搞怪的反差感本身就是一種喜劇天賦。兩派爭論的聲音越來越大，甚至有人開始用手機搜索鬼臉比賽的國際評分標準，結果發現雍基百科上根本沒有這個詞條，這反而讓這場對決更加顯得獨一無二。田曦薇趁着撐輪的間隙喝了口水，眼睛卻一直沒離開將寧克的臉，他在觀察他左眉尾那顆小痣，發現他做鬼臉時那顆痣繪隨着眉頭的聳動上下跳躍，像是另一個獨立表演的小角色。他突然有了靈感，放下水杯說：第三輪我要用道具。將寧克警惕地後仰：你該不會要拿化妝師的假睫毛貼我臉上吧？田曦薇搖頭晃腦地從口袋裏掏出一根棒棒糖，那是他拍戲間隙用來提神的水果糖。他剝開糖紙，把整個棒棒糖塞進嘴裏，然後用舌尖把糖推到左臉頰，讓左臉鼓起一個圓包。接着他把右眼使勁閉上，左眼努力睜開並往左下方看，右邊的嘴角向上扯，左邊的嘴角向下沉，整個臉呈現出一種極度不對稱的扭曲狀態。含着糖的嘴還含糊不清地說：我現在是海盜船長，我右眼是假的，左臉是腫的，你要是不投降我就拿牙籤砸你。將寧克先是被他逗得肩膀直抖，但他很快穩住陣腳，衝桌上拿起那根之前被他闖走的櫻桃色唇釉，擰開夾子，在自己的嘴唇上隨意地塗了幾道，塗得歪歪扭扭，像剛偷吃完果醬的孩子。然後他用手指把那些顏色抹開，從嘴角一直延伸到耳根，製造出一種誇張的小丑微笑效果。接着他把眼睛睜到最大卻不眨動，讓眼白露出大半，瞳孔微微向上翻，鼻子卻用力向下拉，整張臉在滑稽中透着一股詭異的悲涼。田曦薇嘴裏的棒棒糖差點掉出來，他零零地看了他好幾秒，突然說：你這個表情可以拿去演恐怖片了，真的，我後背有點發涼。將寧克這才收起表情，用濕紙巾擦掉嘴上的顏色，笑着說：那我的目的就達到了。鬼臉的終極境界不是讓人笑，而是讓人又笑又怕。第四輪開始前，兩人不約而同地安靜了一倍人。田曦薇靠在化妝台上，手指無意識地捲着垂在肩上的髮尾，將寧克則低頭擺弄着那個保溫杯的夾子。這種安靜不是疲憊，更像是一種默契的休戰，讓兩個人都能喘口氣，重新審視這場突然引起的荒唐比賽。田曦薇先開口：其實我小時候做鬼臉是因為不想哭。他說完這句話，自己先擰了一下，好像沒料到會把這個說出來，但他船是繼續了：我爸媽工作忙，經常把我一個人留在奶奶家，晚上想他們的時候，我就對着鏡子做鬼臉，做着做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不想哭了。將寧克抬起頭看他，眼裏那種玩世不恭的笑意淡下去，換成了某種柔軟的東西。他輕聲說：我正好相反，我小時候做鬼臉是為了讓別人哭。我弟比我小5歲，每次他闖我玩具，我就做鬼臉嚇他，他哭着跑去告狀，我就在旁邊笑。他的話讓田曦薇啵嗤一聲笑了出來，他用手指點了點他：那你現在是在嚇我，還是在逗我？將寧克歪着頭想了一下，然後很認真地回答：一開始是逗你，因為你剛才在雨裏抖得太厲害了，我想讓你暖起來。但現在我覺得做鬼臉好像真的能讓人靠近一點，你不覺得嗎？我們倆現在臉上怎麼妝都沒了，粉底剩得到處都是，睫毛膏估計也花了，可你比剛才拍完語氣出來的時候好看多了。田曦薇擰了一下，伸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臉，果然摸到一手濕漉漉的睫毛膏殘跡。他看向化妝鏡裏的自己，那個眼眶烏黑、嘴唇斑駁、頭髮亂蓬蓬的女孩，居然真的在笑，笑得露出8顆牙齒，眼角旋有未乾透的淚痕。
周圍的喧鬧聲不知怎麼時候低了下去。場務小哥放下了手機，燈光師調暗了主燈的光線，化妝師悄悄給兩人戴上了溫熱的毛巾。沒有人再起哄讓比賽繼續，也沒有人急着宣布誰輸誰贏，好像所有人都在這一刻達成了某種心照不宣的共識。比起那個結果，這兩個人之間流動的某種東西更值得被記住。田希薇接過毛巾捂在臉上，悶悶的聲音從毛巾後面傳出來。第四輪我認輸，因為我現在眼睛腫得做不了表情了。張凌克也把毛巾合在臉上，身體往後一靠。我也認輸，我剛才塗那個唇又好像過敏了，嘴角現在有點刺刺的。兩人同時把毛巾扯下來，看見對方那像被熱毛巾敷得紅卜卜、亂糟糟的臉，又同時笑出聲來。這回的笑聲很輕，沒有之前那麼響亮，卻像羽毛一樣撓在每個人心尖上。張凌克站起來，走到場務小哥面前，拿過他的手機看了看剛才錄的那些視頻，然後轉身對着全組人宣布：我和田希薇共同決定，這場比賽沒有輸家，所以奶茶照清，但改成我清1個月，他負責挑口味。田希薇立刻舉手補充：我要加布丁和芋泥，每天都要。全組歡呼起來，有人已經開始在群裡發接龍點單，攝影棚裡重新充滿了輕鬆的空氣。而張凌克走回田希薇身邊，把那支櫻桃色唇又輕輕放回她手心，低聲說：下次拍哭戲之前，記得換一支不掉色的。田希薇攢着那支小小的管子，抬頭看他。燈光師不知道怎麼時候又把主燈調回了正常亮度，光從側面打過來，把張凌克的影子拉得很長，剛好籠罩住他坐的那張椅子。他忽然覺得這場鬧劇似的鬼臉對決，或苦比他們正在拍的這部揮利任何一場精心設計的情感戲都要真實，因為那些被誇張表情撐開的笑容底下，藏着的都是只有彼此才聽得懂的暗喻，關於孤獨怎麼被陪伴化解，關於距離怎麼被荒唐拉近，關於兩個在鏡頭前習慣了扮演別人的人，如何在一場毫無意義的比賽裡，意外地演回了自己。當天的拍攝工作終究要繼續進行。導演喊了收工之後，場務人還在收拾滿地狼藉的線纜和道具。田希薇換回自己的衛衣和運動褲，坐在化妝台前讓化妝師卸掉那層被淚水和汗水搞得一團糟的底妝。張凌克從他身後經過，這次沒有抽走他的唇釉，而是把一杯溫熱的蜂蜜檸檬水放在他手邊，怎麼話都沒說就走了。田希薇從鏡子裡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盡頭，低頭看了看那杯水，杯壁上貼着一張小小的便利貼，上面用圓珠筆畫了一個歪歪扭扭的鬼臉，就是他自己最初那個倉鼠表情，鼓着腮幫子瞪圓了眼，旁邊寫了3個字：下次換你。他笑着把便利貼撕下來，夾進了劇本的飛手裡，那個位置正好印着劇本的第一句台詞，寫的是：這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這場因一句玩笑而起的鬼臉對決，從最初的爆發性歡笑，到中途的暗自較勁，再到尾聲的心照不宣，最終留下的是一個不需要裁判、不需要獎盃的烈局。他沒有被寫入任何通告單，也不會出現在正片的任何一幀畫面裡，但他卻成了那天所有在場工作人員共同的記憶，比任何花絮都更閃活，比任何宣傳都更動人。當我們在屏幕前看到張凌克和田希薇演繹的那些深情對視、撕心裂肺的爭吵、溫柔的擁抱時，或苦會想起他們在鏡頭外的這一場荒唐遊戲，想起兩個年輕人用最幼稚的方式交換了最真實的情緒，那種笑出眼淚的瞬間，那種毫無防備地露出醜表情的勇氣，那種在疲憊工作裡依然願意為對方創造快樂的善意。娛樂圈總是被各種各樣的聲音包圍，有讚美也有質疑，有顯微鏡般的審視也有天馬行空的取測，但在這個被閃光燈和剪輯充斥的世界裡，能夠留下這樣一段無目的、不計較得失的純粹互動，對演員也好，對觀眾也皮，都是一件值得被珍惜的事。最後，我想用一段理性的觀察嚟為這場小小的風波畫上一個溫和的句點。
在如今這個信息碎片化的時代，任何一個明星之間的互動都可能被迅速放大、解構甚至曲解。但當我們看到將凌克與田曦薇這場鬼臉對決的時候，或許可以試着放下誰對誰更有好感是不是在炒作這類二元對立的猜測。成年人的世界裡，快樂往往比我們想象的更簡單。兩個在高壓工作環境裡的年輕人，用一場孩子氣的比賽互相解壓，用誇張的表情掩飾疲憊，用歡笑偶散語氣帶來的濕冷。這本身就是一種極為健康的職場關係樣本。我們作為旁觀者，最好的立場不是站敘，不是對比，不是拉踩，而是像那天攝影棚裡的燈光師和化妝師一樣，在合適的距離外安靜地欣賞，在需要時遞上一條熱毛巾，在結束時給予掌聲，但不追問輸贏。娛樂圈需要更多這樣輕盈的、無負擔的、不帶有任何功利色彩的瞬間，而我們觀眾能給予的最大尊重，就是讓這些瞬間停留在他們本該停留的位置，不在熱搜榜上被反覆翻炒，不在評論區被過度演繹，只作為一段溫暖的記憶，祝於那個攝影棚，祝於那天在場的每一個人，也祝於每一個願意用善意去理解他的你。願我們在討論明星的時候，記得他們也是繪哭繪笑、繪做鬼臉也繪遞溫水的普通人。願我們的每一次關注都能以他們快樂就好為出發點，而我們也要快樂為落腳點，不比較、不對立、不消費，就這麼看着他們在各自的道路上發光，偶爾互相逗笑，偶爾並肩前行，那畫面本身就已經足夠好了。